哥林多後書第11章。我希望你哋溫潤我受苦嘅安出，事實上你哋已經咁樣做。我錫你哋到7度嘅長度，像上帝錫你哋一樣，因為你哋像貞潔嘅童貞女。我將你哋高天本一個老公，就是基督。我親將你哋嘅心疏導敗壞，向基督純潔專一嘅愛心變質提起，像夏娃本撒用詭計誘發起一樣。因為無論乜人許多，就算佢所傳嘅耶穌同我哋所傳嘅唔係強殺，或者你哋梁樹道嘅靈，唔係你哋頭擺所梁樹嘅，或者你哋接觸到嘅福音同你哋頭擺所接觸嘅無同樣，你哋竟然按原來。我唔相信我有那一點比唔上嗰度所謂嘅超級使徒。我可能講話較唔曉得，總係我嘅知識唔會比別人較差。我對你哋所做嘅各樣事情已經證明這係事實嘅。我傳上帝嘅福音本你哋，唔是對你哋討過罵嘅。我按樣謙卑自家來提高你哋，敢講這係我嘅故事嗎？在你哋中間工作嘅時節，係別嘅教會攻擊我像係偷基督嘅工錢來服侍你哋一樣。同你哋腳下嘅事，無論有乜嘅需要，我從來唔是求你哋嘅幫助。我所需要嘅一切，全部係對馬其頓來嘅眾兄弟攻擊我。以前係咁樣，將來也同樣。我絕對唔會上做你哋嘅重擔。我敢指定，在我心中，基督嘅真理來講，在亞該亞地區，我聽說會一出咁樣誇口。我做乜嘅咁樣講呢？敢係我唔錫你哋嗎？上帝哋，我親錫你哋。我這下所做嘅，還會繼續做下去，來切斷嗰度所謂使徒嘅機會，本基督無機會好再誇口。講基督嘅工作同我哋嘅完全同樣，這班人係假使徒，基督詐意工作，化妝做基督嘅使徒。其實也無乜嘅好奇怪，連撒旦自家咪會化妝做光明嘅天使，所以那係撒旦嘅部下化妝做仁義嘅僕人，這也唔係乜嘅大新聞。基督嘅結局一定會照基督所做嘅。我再講，無人應該看我做惡嘅，總係你哋那愛看我做惡嘅，就愛對待我像對待惡嘅一樣，來本我有多少嘅好誇口。我這下愛講嘅，唔係主喊我講嘅，係像惡嘅一樣，私心慢慢講大話。既然有咁多人拿屬世界嘅事情來誇口，我咪愛誇口一下。你哋咁聰明，還歡喜認輸嗰度惡嘅，有人壓制你哋做奴隸，剝削你哋，陷害你哋，看唔起你哋，也係打你哋嘅罪過，你哋還吞上允許。我親見手講，這種事情我哋就做唔到咯。總係哪有人敢誇口罵嘅？我昂出對你哋講，我咩敢？基督係希伯來人嗎？我咩係？基督係以色列人嗎？我咩係？基督係亞伯拉罕嘅子孫嗎？我咩係？基督係基督嘅僕人嗎？講一句狂話，我行卡係，我行卡辛苦工作，坐監行卡多擺，行卡上本人鞭打，冇行卡到死嘅危險。我是本猶太人鞭打5擺，大擺打39下，本羅馬人用棍嚟打過3擺，本人用石頭揼1擺，渡到3擺海難，有1擺在深海一日一夜險小脫，在按多擺旅行中，我經歷過江河嘅危險，強盜嘅危險，對猶太人
老外邦人來嘅危險，生死度嘅危險，曠野嘅危險，大海嘅危險，老家兄弟姊妹嘅危險。我嘅工作勞碌又艱苦，常常睡唔得，又飢又渴，冇好食，冇好喝，冇好做。唔但像咁樣，我還愛為國教會嘅事掛慮，像重擔一樣，當日責定我。有乜人軟弱，我唔會感覺軟弱呢？有乜人跌倒犯罪，我唔會極度錯誤呢？那係無誇口做唔得，我就愛誇口，這就顯明我自家軟弱嘅事情。應該永遠是稱頌嘅，我就主耶穌嘅阿爸上帝，佢哋我無講話了。我在大馬士革嘅時，亞里塔王屬下嘅總督派警衛掌燈上門，向我作案，總係有人用太難嘅，將我對上牆當嘅窗門吹下來，本我脫離佢嘅手。